哥啊，夏油平原来是明朝派来秘书，你知无？啊，真是的是。哎呀，误会啊啦！咱以为嗰是一个卖国救人的办法，原来就是朝廷的秘书。啊，可怜哦！伊的秘密叫皇上克鲁大知影，克鲁大亲自领兵包围夏府，夏油将军不愿被擒受辱，才来自尽身亡啦。原来夏侯平是明军所派来的秘书。是啊，听伊讲是伫咱要来镇天府的进前间，迄个丞相丘老大，伊亲自率领禁卫军甲副总教头去包围夏侯府，也夏侯将军伊就是无愿意被擒受辱，才会自尽身亡。即马带兵倒数要掠伊啊！我讲为夏侯将军，也讲为夏侯公主。义母，我想要救夏侯公主逃出城。哈！哎，小姐，这要哪会用的呢？咱老英雄是因老爷的好朋友呢，你来这是等候楚公主要来甲你娶亲，若真是影出代志，等家甲错甲都拢会受你连累，你知唔？公主，你这个大家的秘密都袂泄露是？而且我嘛免甲楚公主冤婚拜堂啊！哎呀，这边哪有可能的代志咧？哼，免哪有讲这么周全的妙计？心思啊！自从你甲迄个夏油公主见面了后，你就后悔讲
你答应代替你表姐去代嫁。哼，人其实迄个楚公主哦，伊的品貌嘛无输迄个夏瑶公主偌济啊。二母，就算讲伊比夏瑶娇搁较好，嘛已经伤慢啊。什么人要叫我带前看到夏瑶娇？你，小姐，等老英娘的家宴已经准备好啊，请小姐去回听府的。嗯。小姐，你心当乌白，心当想屎哦。人陈老英雄对你遐尼好，万一若真是出代志咧，我看哦，伊即世人心肝就会疑心不安哦。二母，我若是无救着夏瑶公主逃出城，我嘛是会一世人心肝袂安啊。大啊，你起来啉一寡茶好无？啊，驸马吼，四处害人变受四相，又去害3000命，家家户户都是伫调查我的下落。虽然咱住伫这个地府真稳定，但是早晚也会被人发现。大啊，这我早都已经想好啊。伫你还未来武当山学功夫的时阵吼，这个夏伯父伊都还未去番邦炸行，司马洪还阁毋捌看过你的面。咱若来打扮做迄落卖菜的摊贩吼，走出城去，伊一定毋知的啦。驸马公是一个奸诈阴险的人。伊知影我身上受伤，一定会派小邪的兵士，注意着更加受伤的人。但要逃走是无遐尼轻易。我想你也是先走。哈，你叫我家己一个走哦。我心内咧伫咧想，你袂用咧白白来送这条性命。我无想要连累你。哎呀，大个啊！你若要讲这个话吼，你规气雄雄甲我打两三个啊！安尼我还阁会较快活啦。啊，若讲兄弟无共生，还阁咧算啥物是好兄弟啊？你是要来救你的人啊？少爷，少爷，外面有消息无？犯兵到处咧搜查，迄老百姓哦，拢惊受着牵连，拢秘密在厝内面，规家拢咸滋滋，连一个过路人拢无。大厅敢有叫人发现着？无，也毋过吼，有老毋惊受牵连，去咧办喜事的人，啥？是楚家。今仔日是尹凤婷小姐甲着楚江文拜堂成婚的日子。
哥，已经这么暗啊，你是安怎哪不爱等去房间休困一下啦？大哥，我知影你心肝真气愤，也毋过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你就应该想较开的，家己爱注意家己身体，毋才对啊。这个凶手真大胆，敢对我初公分的未婚妻暗算，我一定要将伊抓着。大哥，等咱就管咱尔济闲仔事啦。我想凶手一定甲应甲有啥物牵连的。若无，等下新娘就已经死啊！迄个年母甲小文，佮甲安尼足神秘的，也毋准人去甲伊看一下。而且佮吩咐讲，将迄个新娘轿放伫迄个后堂去。我想，因一定知影凶手是啥物人，我定着是为着某种的原因，伊毋敢讲出来而已嘛。毋是，尹凤婷既然甲伫咱顶天府被人暗算，安尼，这个凶手是针对咱楚家里来。我一定要查明是甚物人，将伊抓起来。大哥。实在足固执的啦！那你是要啥？江秋，以后我的代志你较莫管。哼！但尹红婷都已经死啊，你竟然为着伊，搁伫咧责备我，真是要互恁两个成婚，啊！你毋将伊甲当作像宝贝伫咧看待，将恁这个小妹，甲咱当作内底查某囡仔。江秋，你已经袂少岁安尼。 为什么哪会还阁遮尔只囡仔生呢？我袂阁甲你讲伤济啊！我明仔载透早就要离开咱的厝内，来去找找金表的主人，替恁阿嫂报冤仇。以后爹娘，你着要好好奉待。哼！ 阮大哥一向上介听我，这一摆为着尹凤婷，伊竟然用这款态度对待我。我要来去看伊到底是啥物绝世美人，我来去灵堂内头看者，看尹凤婷到底有偌水。什么代志？我哪什么事？伊要讲话呢？啊！你来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梁嫂，啊，但是我的查某囝吼，看了目睭伫咧炎两啊啦，啊，讲啥物看到伊阿嫂吼爬起来伫咧行啦，啊，
这要哪有可能？我拄仔明明有看到一个查某的人影呢。楚小姐，只敢若我伫咧酒令尔，也无别人啊。我看伊可能是去看到我的影。绝对毋是你的，我拄看的人影是长头鬃呢。楚老英雄，小文已经困去啊，只敢若我一个尔。我看另外可能是看了目睭淹两去啦。对，甘收。对。唔通乌白讲，夫人，紧甲带入去房间。甲明斗阵入来去休困，入来去，好。楚老英雄，阮小姐已经死去啊！嘛照理是爱重点的恁错觉，也毋过阮老夫人敢若即个查某囝尔，我想讲要将伊的尸体解运转来祭云山庄，通好解消掉伊老大人思虑之心。毋知影楚老英雄，你是毋是肯答应？既然安尼，老汉啊，佮再无答应，敢是太不近人情。好，要有你准备当时就要上路。愈紧愈好，啊无明仔载好。好，我随时来去叫人准备马车，通我运送灵柩。多谢楚老英雄。要安怎？弟母，你拄则应付了真好。唉，我互你害甲呢哦，惊规身躯冻寒。对啦，也伊咧。伊啊，你放心，我甲带伊买后面的血缘的。就是你纵身之地。观察啦。将军啊，阮是紫云山庄来，啊，拄阮小姐甲楚公主拜堂的进前，去互人谋杀死的啦。啊，阮毋则只好将阮小姐运管转来啊。那安尼说讲，这棺木内底，毋就得你小姐的尸体咯？棺材内，敢实在是恁家的小姐的尸体？是啊。海关严